寢忘餐，以致到形容憔悴。係呢，究竟今日督察以前又是發生咗啲乜嘢事啊？為親見你今晚回來，嘆氣連聲，更知神思不定啊！夫人啊，為夫今日話報嚴細飯，在督察院我痛打姚松，又將西宮嘅亂源打碎，所以我嘅心情矛盾，坐立不能下莊。多捐重稅充民華，滿路推全城皆淚影。夫人，為夫定應立地，盡忠報國，生死等下，豈有心經之理呢？只是嚴嵩